小朋友你好啊，歡迎嚟到晚安啊，小耳朵。今晚我哋一齊走進帳幕入面，喺星空下聽一個晚安故事。準備好就開始啦。亞曼第一次怕黑。黃昏過後，森林慢慢安靜落嚟，天空由藍色變成深黑色。森林入面有一隻小烏龜，叫做亞曼。呢一日，亞曼喺河邊玩完，準備行返屋企。行到一半，發現天空漆黑一片，仲聽到遠處傳嚟沙沙嘅聲音。向來膽小嘅亞曼突然感覺到身體開始抖震，於是佢停低腳步，將佢嘅頭縮回小龜殼入面，唔敢再向前行。過咗一陣，亞曼聽到一把溫柔嘅聲音同佢講：亞曼，你點解會喺度嘅？發生咗咩事啊？亞曼抬頭一望，原來係兔兔老師啊！亞曼就同老師講：兔兔老師，我啱啱喺森林入面玩完，準備返屋企，但行到半路，發現天空變到黑麻麻，就連前面嘅路都幾乎睇唔清楚，我有啲驚啊！兔兔老師聽完之後，蹲低身望住亞曼，因為白天玩咗一日，太陽伯伯都要落山返屋企啦。而家到夜晚休息嘅時間，小鳥飛回鳥巢，魚兒慢慢游返大海嘅屋企，小熊慢慢走回山洞，大家都準備休息啦。兔兔老師繼續微笑咁講：你仔細聽下，一到咗夜晚，我哋除咗聽到風輕輕吹過嘅樹葉聲、小溪嘅流水聲，仲可以聽到青蛙呱呱嘅叫聲，同埋蟲仔嘅唱歌聲啊！亞曼一邊聽一邊點點頭。兔兔老師繼續講：夜晚雖然漆黑一片，但我哋抬頭望向天空，就會發現又圓又大嘅月亮，發出溫柔嘅光線，照亮我哋。旁邊嘅星星一閃一閃，好似小眼睛咁陪伴住我哋，提醒大家係時候靜落嚟休息啦。亞曼問老師：但係前面咁黑，會唔會有怪獸出現㗎？兔兔老師細聲咁講：亞曼，只要同身邊信任嘅人喺埋一齊，夜晚係安全嘅，並冇怪獸。晚上係用嚟休息、瞓覺，令到身體同精神放鬆。亞曼，你而家嘗試深呼吸一下，吸氣，呼氣。等我陪你行返屋企，咁就唔使驚啦。亞曼同兔兔老師不急不忙，跟住月亮同埋星星溫柔嘅光行返屋企。亞曼最後停低，同兔兔老師講再見。兔兔老師，多謝你今晚陪我返屋企啊！有你嘅陪伴，我真係冇咁驚啊！兔兔老師溫柔咁講：只要你需要，
我都可以陪你。今晚森林入面嘅天空格外寧靜，阿曼終於可以安心閉上雙眼，縮回佢堅硬嘅外殼，溫暖咁瞓着咗覺啦。小朋友，故事就講完啦。而家慢慢合埋對眼，深呼吸一下，等身邊愛你嘅人同星星陪住你瞓覺。晚安啦，小耳朵。